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7月20号的《公司早起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南台湾的情形。南部地区今仔日原来受到低压带影响，较会落凶雨。气象局是发布大水雨特报，伫咧高雄、屏东、台南和嘉义的山区拢爱特别注意。若昨下晡的雷公雨，雨势就无半点钟。毋过高雄、台南拢传出着淹水，尤其是高雄对小港、凤山到仁武，超过10个行政区拢有路面积水，也是水淹入去厝的情形。路面的水正错流，人车都唔敢过。一到3点半的雷阵雨，高雄市大寮区的路煞变细河。港湖区自小港向北平一直到市中心加四周平，超过10个行政区淹水。高雄市政府特别请过矫情信用路段，水是淹到管制袂当行。这下就好，差不多就半点钟哦，就开始淹嘛。雨景哦，所以愈快，较早无遐快。气象局也阁特别以防灾简讯通知民众爱注意饮水。因果真侪行政区施雨量是超过60毫米，无到半点钟就淹水。也阁人翕到水缸挂被水喷起来时阵，水量正惊人。因为拄下班时间，所以看到真侪车掉在路的。车子停在那边，那我要去高一啊，因为地势比较高，那边没有淹水。有人规气甲车放伫咧无淹水的所在撩水行路，因讲三明区甲左营区有一寡路段已经淹到厝内。高雄市长韩国瑜赶紧取消一道行程到灾害应变中心。我想清淤是一定会产生效果。刚才跟冈山也通了电话了，也跟永安通了电话了，他们都感觉到今年水退的速度比较快。可是要退到多快才能满足民众呢？那这个是要更进步的，所以我们才要求写检讨报告。未来凡是能够加强的部分，我们要继续来加强。有民众自管理所在翕，像三明区的保珠沟已经满水位，造成附近拢淹水，市府更加爱时间来善后。另外，伫屏东县台南也有真侪路段淹水，淹过雨停了，慢慢的消退。记者综合报道。接来，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联合报：当年落地高速公路的米仔挖卖4万件，严重影响到各地的交通。高公局是表示，按算对8月底开始，若清车高线爷爷的米仔超过30分钟，就会甲驾驶也是车主收3000块。再来是中国时报。大乡市基隆市的市长今年伫基隆的探证成功率破纪录，去年发现到7个受区，今年发现到10个，而且9个拢探证成功，互教友是真欢喜。再来是澎哥日报，晚上食米的平台富胖达互员工投工，富胖达对这个月开始甲外送员原本有的底薪保障改做承包的关系，以件来算钱。逐项拢是70块起跳，若无愿意的人就自遣。所以咱来看蔡总统访问美国的行程，已经结束掉友邦的访问行程，前往美国 Denver 过境2暝，会伫咧 Denver 和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和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主席见面，佮会参访美国国家级的大气研究中心和再生能源实验室。按算台北时间7月22号中昼返来到机场。总统蔡英文甲圣卢西亚总理查士纳昂沃互相送礼物，显示两国邦谊深厚。第2季的政治案，蔡总统办答应，感谢圣卢西亚政府甲人民对访问团的热情接待，也个引用圣卢西亚诺贝尔得主沃克特的话 ：I read, I travel, I come. Of course, I read and heard quite a bit about St. Lucia before coming here. But it was through this visit, seeing the island's vibrance and beauty with my own eyes. 结束加勒比海有关访问行程，蔡总统前往美国丹佛过境2个晚上，这也是第一次由我国总统过境美国内陆。伫咧丹佛时间7月19，蔡总统会甲科罗拉多州的州长普里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主席贾德纳分别见面。美暗加当地主流一个交界人士暗言，7月20参访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中岛甲食顿仔议员食饭，所去参访国家再生能源实验室。伫咧丹佛最后一个公开行程是甲随团的台湾媒体进行查处。丹佛时间7月2日早起9点启程回国，预计伫台北时间7月2日中昼登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河南省昨下晡约6点，当地一间拖炭企的集团气化工厂发现轨路爆炸导火事故，直升机、救护车拢赶去抢救，目前知影有2个人死亡，12个人失去联络，18个人重伤。香港型的烟冲到天顶去哩，昨下昼5点45左右，顶楼爆炸了无偌久，伫网络顶就人看到这惊人的画面。意外发生伫咧中国河南的三门集市的义马气化厂，爆炸了正大，附近3公里内明体窗仔门玻璃拢被震碎。救护车！赶紧给救护车让道！爆炸引发的火一直烧到半暝才被控制。到昨暗9点多，官方证实2个人死亡，侪人受伤，一个人失去联络。截止到今天晚上的9点20分，这次的事故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12人失联、18人受伤，而且是重伤。虽然造成死伤惨重，河南省当局是强调爆炸无影响到高危险的稻圳管区，生产也全部停工。顶楼爆炸的原因也搁伫咧调查。出代志的工厂是国有的河南省煤业化工集团，自称是当地上大上强的工业企业。这个月2号，拄则办过官方的应急救援演练，并且伫咧9号因为工间预防制度受到肯定，被评选为今年度的省级标杆企业。记者综合报道。提供予人找头路的1111人力银行发现注册会员的资料漏销出去，拢总有20万人受害。这间人力银行嘛已经向调查局、刑事警察局报案，伊嘛讲会对会员负起全部的责任。点开网页，查到基本资料，各种的头路拢用伫顶悬找到。这是国内有名人力银行1111，目前剧团出医术20万笔找头路人资料，伫国外骇客论坛被提出来卖。昨天晚上大概11点多吧，美国的论坛上面曝了光，我们就即刻的去报警了。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绝对负责到底。人力银行表示，个资被外泄事件是8年前中资网站委托外包制作时遭到攻击一起地数，外泄范围是不是亲像外国网站所表示的20万笔，有关有待调查，会全力配合检调侦办。经过了解，这摆外泄资讯其实相当完整，骇客为证明个资的真实性，要提供12人的个资作为范本，并且记载身份证字号、中文名字、电话等资料。那他透过你这个朋友寄给你的信里面的这个附件的话，他如果暗藏后门的时候，当你一打开附件的时候，你的电脑就中毒，窃取这些重要的这个个资。已经过个资法规定，非公务机关保有个人资料档案者应采用适当的安全措施，防止个人资料被窃取、篡改、毁损、灭失或者是泄露。第29条规定，非公务机关违反本法规定，提出个人资料遭到不法收集、处理、利用或者是其他侵害当事人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目前的规定的话，如果是不易或不容易去证明它的损害的话，那法院可以按照单笔的这个消费者来认定500到2万块的这个罚款。人力银行强调，公司本来就有为所有求职会员投保第三人责任险损害赔能力，会负责到底。事发后，也甲治安专家、治安制度顾问合作，提升治安，加强个资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大安海水浴场，若到热天，就请真侪民众来遮耍水。不过，台中市府公布这半年来监测成果，今年1月和5月拢有大肠杆菌超标的情形。市府是表示，除了加强监测水质，嘛会和相关的单位同齐控管污染源。囡仔伫沙坡顶悬真欢喜耍沙，有的是走去耍水，更未少人享受大泳的乐趣。台中大安海水浴场重新开放了后，吸未少人，不过也表示水质确实无够好。比较不适合游泳，对，然后这边只适合玩水、玩沙之类的。可能还是泡泡脚比较好吧，我想。为什么？如果说大肠杆菌的问题，万一不小心你下去游泳，一定会吃到水或什么，难免嘛。
高北山溪出海口水面铺着真侪粪扫，水质污染，和出海口大安海水浴场是先受到影响。水质检测今年顶半年到2个月出现大量减菌超过标准的情形。调查结果以今年度来讲，大概就是1月份跟5月份有大概稍微超出1000 CFU 的这个标准啦。那其他2、3、4月还有6月份，目前水质都是 OK 的啦。学者指出，污染会这么严重，是因为有未少饲猪户的垃圾水甲生活垃圾水排至附近水系，造成水质不好。生活用水、污水还有这个农业用水的这个排放为主啦，除非在中下游的地方有更积极的改善的方式，否则的话应该是没有明显的改变嘛。政府表示，大安海水浴场无适合全面开放，只建议伫规定所在活动，卡出漏水也爱赶紧冲洗，也承认短时间内要改善水质真困难。就要提供游客中心边的送水池，互民众安心送水。未来也会加强监测水质，会同相关单位对污染源进行管控。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来注意伫咧卫生这部分的消息。更年期毋是女性的专利，查甫嘛爱注意。有医生就表示，男性荷尔蒙若过40岁就会开始不足，可能会失眠、骨轮酸痛、情绪无稳定，甚至是影响到性欲。那有这种情形，就爱赶紧去看医生，毋通乌白食重用的药啊，才袂伤身体。 55岁林先生是上班族，平常是有伫走表健身的惯势，毋过前一阵仔开始，伊对任何代志拢先叨叨，佮常常因为小可代志就生气。原本就是讲是工作压力，毋过休一阵仔了后，状况嘛是无改善。看真侪医生了后，嘛是找无原因，落尾抽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男性荷尔蒙内底睾固酮伤少，才会出现更年期的病症。内分泌的确出现失调。 这可以很准确的应用抽血来做一个确认诊断，然后并去给予适当的治疗，可以有一个还不错的恢复的一个效果。 医师表示，男性荷尔蒙伫40岁了会开始出现无够的状况，心理上的表现包括对代志无兴趣、搞失眠、情绪无稳定、常常受气等等。生理上有可能出现关节或者是筋膜酸痛、腰柄寒、感觉热、肾抖抖、变大块，也是对牵手无兴趣。若是长期睾固酮伤少，更有可能去影响新陈代谢，而且增加三高等等慢性病的风险。 他的肌肉会流失，然后身体容易肥胖，然后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代谢症候群等等的，比如，然后接着就会出现所谓的三高。医师提起，有一寡查甫人对牵手无兴趣的时阵，会表示讲是性功能来出问题，甚至是家己去买唔知倒位来补药，那效果是真有限，嘛有可能变甲较无自信。所以建议民众嘛是爱先经过医生详细检查了，才会当对症下药。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鸟仔活卖600多种，其中咱台湾的特有种就有27种，而且咱是亚热带国家，为什么会有生活伫温带的高山鸟呢？下晡3点，伫咧公司的经济 VR 生态馆，报你知。台湾朱雀其实旧称叫九红朱雀，是。然后因为这几年把它确定是特有种之后，就改名叫台湾朱雀了。台湾朱雀本来叫做九王朱雀，是因为公鸟身躯顶的色。 这就是公的，非常明显的，像本来的名字九红朱雀就是那个，你可以看得出它的外形的特征。那另外也可以注意它的嘴巴，其实它的嘴巴是比较厚的，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知道的白文鸟啊那一类的，这种比较厚的嘴巴都是专门吃种子的。对嘴就能看到鸟仔是食啥的，像金叶白麋，伊的嘴尖尖就是专门食糖的。 它嘴巴就是比较尖长的，那像这种就相对起来比较适合吃虫，因为它就可以去灭，这样夹。虽然嘴无同，不过金叶白麋甲台湾朱雀，拢是属于台湾27种特有种的鸟类内面，分布伫咧2500公尺以上的高海拔鸟类。虽然生活伫咧悬山，不过也是拄到真侪危机，像这涂骹白白的物件，就是有人为着要翕相乱吃的食物。除了吸引真侪高海拔的鸟类来食。 连不应该出现的产素也造来。提到喂食或者是垃圾会有可能对生物造成食物上、身体上的影响。那本来不会聚集在一起的生物，如果到一个地方有共同的餐厅，有时候会有一个传染病跨生物类群的传染病风险增加的可能。是。台湾虽然伫咧亚热带，不过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就260座，所以才有生活伫咧温带悬山鸟。除了人类，再加上气候变迁的危险，
即马台湾悬山脚已经出现族群减少，抑个海拔分布向上或者是向下山震动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海关昨检查一批对马来西亚进口的纸箱，海军人员呢拍开检查了后，才发现内底有活的鹿龟和蛞蝓，拢总53只，而且阁有2只是保育类的动物。海关人员嘛，甲这犯法的人移送法办。海关人员真细致将2只强要济种的安哥洛卡鹿龟搬出来，伊是用号做地球面顶上球的鹿龟，外观骨骼碰起来，色水是浅咖啡色，会当清楚看到每一个骨骼面顶有真明显的年轮。关务处台北关即届查到安哥洛卡鹿龟是拄马来西亚用热带鱼名义报关入来的，想要甲保育动物偷偷啊入来。同仁一开业发现这孔雀鱼的包装内容好像有点异常，结果就通通开，15箱通通打开来，最后在一箱里面发现有这2只大只的安卡洛龟。关务处台北关昨下晡查验涉林的查甫人，拄马来西亚报运进口的15箱热带鱼，开箱查验了后，发现所有1箱有底龟、蛞蝓等等，那像保育类的野生活体动物，总共53只。送去鉴定，证实是1级保育类安哥洛卡鹿龟2只，2级保育类棕靴林背龟21只等等。台北关估计，若是到日去市面，市价超市500万。它也在动物园之后，也会成为，比如说教育展示，或者是针对一般民众建立他们保育观念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素材。这已经毋是台北关第一届查到走私安哥洛卡鹿龟，这种龟是拄马达加斯加倒来的。强要济种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列作1级保育动物，全世界敢若剩400多只左右。介绍是用长度来算，每1公分1000美金，是真侪介意鹿龟的人心内想要饲的。按照野生动物法保育的40条里面，它违反了这些输入规定的话，可能有涉及到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包括安哥洛卡鹿龟在内的珍贵保育类活体动物，会暂时交予台北市立动物园来照顾。台北关表示，涉林的查甫人会以违反野生动保法规定移送法办，会当罚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扣30万以上150万以下的罚金。提醒民众唔通来做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和南韩的贸易战，韩国打算是要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不过日方是要求要局长级的协商，交予国际仲裁。不过南韩无正面回应。韩国民众除了抵制议会以外，嘛有人用自焚的方式来表达抗议。19半暝伫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头前一片混乱，警消人员救护疏散，医护人员将自焚的78岁姓金的查甫人用救护车送病院急救，但是最后嘛是救袂回来。面对日本以国家安全的理由，严格管制部分有关高科技的半成品和关键材料销往韩国，韩国民间发起抵制议会和拒绝去日本旅游的行动。韩国政府部的分析指出，因为韩国伫咧基础科技的研发输日本伤多，包括制造发光二极体的原料，以及半导体产业关键的光刻家等等。日本伫咧全球的市占率达到8成到接近100%。对于韩国电子产业挖苦卫星的平面电视和行动装备来讲，日本管制这产品输出，完全去定着韩国产业上痛的所在。所以韩国伫咧化解这场纠纷有袂少的时间压力。伫企业团体建议之下，韩国偏向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但是嘛是唔愿意将问题交予国际仲裁。일반적으로 두 국가가 중재 절차를 통해 분쟁을 해결하고자 하는 경우 결과적으로 일부 승소, 일부 패소하는 경우가 많아 근본적으로 문제를 해결하기 힘들고. 之前，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召见韩国驻日本大使南关韶，双方成立合并。日本对韩国拒绝交付国際仲裁的態度真無歡喜。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韓国側の提案は全く受け入れられるものでない、国際法違反の状況を是正するものでないということは、以前に韓国側にお伝えをしております。因为双方敢若都无想要让步，韩国甚至讲传出打算要终止和日本分享有关北韩动向等等军事情报，这对两国的关系，甚至讲美国伫东北亚的战略布局有甚物款的影响，各拢需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看亚洲的消息。
中国华中地区雨势小连续了几日日，造成长江出大水，水尾几内城拢做水灾，百万的民众有路无厝。另外，南亚我喜马拉雅山山尾地区佫较严重，上无有230个人因为安尼来往生。大水城市真惊人，这是孟加拉北部的朗布尔。大河最为暴动，和回民顶悬的村民是袂顶袂当。外电引用当地媒体报道指出，有10多名伫外口工作农民被大水冲走而死亡。未少人因为无所在通去，只好伫饮水厝内底煮物件食。我着孟加拉的印度阿萨姆邦加治兰加国家公园的专家伫大水当中救起这只小山牛。不过阿萨姆甲附近的比哈尔2个邦却是灾情真惨。两地死亡人数有77人，离活来人也无好过。रोड पर रौदा में माल रहता है, एक ठो पन्नी तक नहीं दिया है, पन्नी भी नहीं मिला है आपको? नहीं, किसी के नहीं मिला है。各往西行到尼泊尔东部的萨普塔里地区，目前雨势小可较停，不过大水甲土石流冲走了家园。尼泊尔内政部统计，这场水灾造成88位民众死亡。另外，巴基斯坦北部的克什米尔以及东北部大城拉合尔，因为水灾所造成死亡人数总共有46人。而中国的华中地区也因为号称半世纪以来上严重的大雨，致使长江水位暴涨。画面上是河南省的常德市区，请伫积水当中袂顶袂当。一台载满学生囡仔巴士也受困伫水中，必须靠着救援队员以接连方式将囡仔救出来。中国媒体报道指出，华中地区为18号以来雨量比往年同期暴增了51%，是1961年以来上惨重的纪录。除了河南，包括江西浙江等中江较下边的省份，甚至连南边的广西甲福建拢受到水灾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南部地区今仔日原来受到低压带影响，较会落强雨。气象局是发布大水雨和大雨特报，伫咧高雄、屏东以及台南、嘉义的山区，特爱特别注意。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8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离岛地区是27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这集的《公视早起新闻》，我是李婷，咱明仔载再会。